啊，哎，你的饮料是花生吗？杏仁哦。没有，我以为你也有精神性饮料。可是我这样讲好像在告诉你们说，我们的族人很爱喝酒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有，对不对？可是真的，我们的族人有一些真的很爱喝酒，我自己就很爱喝酒，我真的很爱喝酒。可是因为我是用身体工作的，就是我要，比如说我今天来，我一定要尽量让自己保持在，嗯、有有有说服力的声音这样子，要不然我其实是很喜欢很轻松的感觉。我爸爸是一个开大卡车的，哦，就是那个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开大卡车，然后就会从林班地，就国家就把一大片地的森林啊，就标售给各个有钱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，然后就会我爸爸是开大卡车的嘛，然后进去把那个林班的大木头什么块木什么的都要摘下来。可是我爸爸很酷诶，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酒喝，然后一整天都在喝米酒，可是他不会喝很快，然后所以他也不会酒醉，他就是慢慢的喝。你没有比较好的轮子吗？你是 7-Eleven 呢？你是国际的财团的国际跨国公司，你们没有比较好的轮子的吗？我这样是不是很坏？哦，是跟我爸一样。反正就是我要讲的是，搞不好他跟我爸一样也有喝酒就是就是没有喝醉这样，可是就是在你的身体是很舒服的一个很重精神很有精神的一个阶段，一直跑，一直保持在那个刚好的那个阶段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爸喝酒以后大声对别人说话，或者是情绪很不稳定，他就是一直很愉快的样子，可是也不是疯疯癫癫哦，是非常非常和善舒适的一种美好的状态，所以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美好的。我刚才有喝一小口，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就一直要想要，好了，我们来静一下。就是一定要喝到刚好了，这样。时间很像快要到了哈，还没有吗？好。苏明还没有来。苏明本来应该要唱7点半说，结果他真的是太忙了，他现在这个年纪就很冲，这样。未来你们一定可以很就像你们现在在念书啊，要很冲，就很希望自己不要错过很多很好的机会，然后很努力的让自己有很好的表现。